方大同死亡同埋感情之謎，大家好，我係小心，呢個 channel 係關於美股同埋玄學嘅 channel，咁歡迎 subscribe。咁香港嘅音樂才子方大同咧喺2025年2月21號因為肺病而離世啦。咁雖然有啲馬後炮咧就唔係咁好，咁不過咧今集嘅影片咧都想喺方大同嘅八字咧剖析佢嘅死亡同埋感情之謎嘅。咁方大同係癸水男啦，生喺己未月，咁全主嘅七殺啦，係一個執行力相當強嘅人，亦都係唔會服輸嘅。咁日坐食神咧就係主才華啦。由於七殺咧係克自己嘅，咁廉署嘅癸亥比劫咧係相當重要。咁七殺旺嘅人咧，真係可以24小時啊、48小時咁樣工作嘅。咁執行力咧係全場最強嘅啦。咁喺佢信念裏邊咧係冇事情咧係做唔到嘅。咁2025年啱啱走進呢個嘅甲寅大運咧，睇一個命咧，首先就睇下佢有冇根啦。咁根好重要嘅，咁即係你當係我哋嘅 body 啦嚇。咁冇根咧就另作別論啦。咁方大同癸水嘅根咧就喺年柱亥水。咁呢個亥水咧最緊要咧就唔好受到傷害。咁因為寅亥相合啦，亥水嘅力量已經減少噶啦，而亥寅咧都會合咧化木嘅。咁第二咧就係2025年係乙巳年啦，咁巳亦都會衝咗去亥水，咁身體有損傷。咁第二咧就係己未咧七殺咧喺盤中咧就係最強嘅氣勢嚟嘅。咁但係大運咧甲寅雙官咧就克咗己未七殺，咁即係有制殺太過啦，亦都會係損害咗自己嘅。咁感情方面咧，大家都為人熟悉嘅就係佢同薛凱琪嘅一段情。咁點解唔能夠開花結果呢？就係佢同薛凱琪其實一直都被大眾解為係戀人未滿嘅關係。咁如果唔睇時柱呢，方大同嘅盤呢係唔見明顯嘅財星嘅，咁即係代表女人緣啦。咁即係呢，即使喺未土裏邊呢有藏干嘅丁火啦，咁但係唔明顯嘅。咁2005至到2014年嘅丙辰大運咧，丙火財星出現啦，即係有女人緣啦。咁但可惜呢個丙火正財咧就坐喺辰土上面，咁一嚟冇根啦，二嚟咧仲要去攝丙火添嚇。咁多數咧都係霧水情緣多嘅。不過咧能成為密友咧，大概總帶着愛㗎。咁希望咧大同咧可以同 Fiona 咧就下世就再傳奇啦嚇。多謝晒各位。